但是这礼拜对3768例，计讲2503例，疫情有下降的趋势。不过对确诊死亡的比率来看，75岁以上长辈上悬，基础是65岁到74岁。为了鼓励长辈注疫苗，提升保护力，台南市长吴伟霆宣布，照5月16号开始，一直到8月31号当中。65岁以上以及55岁以上有关注民身份的市民，有注第3剂甲第4剂，都有机会抽奖。奖品对汽车、电动机车、黄金到电冰箱拢有。只要涉及在台南市的年长者，他在6月27号开始，到8月31号这段时间，只要去施打第3剂或者是第4剂的好朋友，都可以符合资格来这个参加抽奖。那除了可以获得政府所这个赠送的500块礼券之外，还有2剂的这个快筛，这是不用抽奖的。那如果说要参加抽奖的部分你除了拿到快筛拿了500块之外，可以参加抽奖。吴伟霆强调，长辈注疫苗保护家己，除了免费领快筛500块的奖金，现在更有机会摕大奖，请市民透过台南注疫苗系统来预约。台南新闻，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。